早上7点，正当大家都还在睡梦中，东华樟脑厂的师傅们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。将重达3、4公斤的樟木爆成厚约2公厘的薄片，需要熟练的技巧，也很耗体力。辛苦对，当然是一种辛苦啊。他是吴腾金，东华樟脑厂的第2代老板。承接父亲创立70多年的事业，战战兢兢。现在啊，这样把它刨成木屑，然后放进蒸馏槽里面，用蒸汽高压把它蒸馏。眼前利用蒸汽提炼樟树精油的古老制程，全世界只有15家工厂采用，而吴腾金的东华樟脑厂就是其中一家。油水分离，这边的是油，这是纯正的樟脑油哦，这样都是1点1滴蒸馏出来，这过程不添加任何化学物品的啦。纯度100%的精油是吴腾金的骄傲，但20吨半的樟木只能提炼36公升的樟脑油，传统制作的高成本敌不过化学合成的樟脑。要跟化工的竞争啊，其实竞争拉不过去，因为它的成本差了3、4倍。那中间有想要休息过吗？从来没有休息过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一直坚持做下去。业绩逐渐下滑，市场快速萎缩，但是吴腾金的不放弃也感动了儿子。年轻人脑力激荡，发挥创意，将樟脑来个大变身，成了香氛皂和沐浴乳。工厂跟公司的员工大概有100多个，总共起来100多个，都是靠这些副产品来维持啦。靠着周边商品大卖，工厂有了活路。走过事业低潮，吴腾金扛起老招牌。品质不妥协，古法传统更坚持。76岁的老板和儿子用客家人血液中的应景精神，迎接最甜的负荷，收割最甜的果实。一阵阵的爆刀声是传统的印记，一块块的香氛皂是创意的发想。不变的是樟木香，70年如一日。吴腾金的坚持给了我感动时刻。